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，我是阿明詹伟民。今日咱要紹介這位來賓呢，出身在嘉義新港傳統的音樂家庭，細漢時嘛愛畫圖，初中愛文學，想要做文學家。因為搬厝到這個萬里哦，到家人來讀冊，這個語言，這個腔口差，互伊感覺真有興趣。每日咧受到濟文書鼓勵，走上這個語言研究的路。伊是咱台灣介出名語言學家，伊是洪為仁教授。為語為言說地理，人人君子傳書名。今日台灣新眼界文化新台灣要帶你來看伊的故事。洪為仁一位熱愛台語的台灣人，1964年在嘉義縣新港出世。細漢時陣跟着厝內搬來台北萬里大，迄當時在家人讀冊，因為聽到同學的台語講了解伊無啥共款，因此刺激洪為仁的語言神經，就開始對閩南語方言產生真大興趣。我是嘉義人，我嘉義新港，我細漢大概是小學畢業了後，我對阮爸母吼來去去做台北台北縣有一個做萬里，阮住佇遐，但我讀冊攏讀喺家人，萬里無中學啊，我就差去中家人讀冊。不管萬里家人其實攏共腔口的，因遐是算做講吼，佇我的地圖內底吼，伊是老江腔的。因遐人講水水嫩嫩，食肥肥鴨嫩啊，就是講即款的腔口。啊，我新港吼，講什物？會上加強、較正宗，甲台南腔是共款的。啊，毋過吼，因遐人都甲阮的差真濟啊。我嘛感覺足趣味哦，奇怪伊甲我差真濟安尼。同款是講台語，但是講法發音煞真濟種，嘛互洪為仁產生想要研究的想法，但是要如何開始呢？伫這個時陣，阮老師出題目，就出咗講或者自由命題嘛。啊，自由命題我上愛啊，我會當發揮我要寫。啊，我的題目寫講啥個？叫做台語的音韻系統。啊，聲母有幾個，母音有幾個安尼吼，啊韻尾，啊就安尼分析啊。啊，老師就感覺足趣味啊，講迄個是外省人吼，伊講洪為仁你要念台語，要研究台語吼，最好就去念中文系啊。我就真正去讀中文系，迄當時啊，入去了後，我才感覺講，這學校敢若毋是我要讀的吼，敢若內底攏無我要愛讀的物件。迄內容你教的物件。迄就無適合我，內底也無啥物語言。中文系雖然有聲韻系統，但是甲台語的發音系統實在差傷濟。後來佇同學的介紹之下，伊熟悉對美國轉來台灣的師大教授張樂生。我一個同學，就是迄陣伊中學時教我日本的迄個人，啊伊講，你去研究台灣的吼，那阮學校一個老師專門咧研究台灣的，我啥物講鐘路生，我就去拜訪的。拜訪的以後，我才找着講啊，這就是我要愛的老師。啊，我去上伊個課，上迄個做，伊也有語言學嘛，我就語言學吼，我就上迄語言學，有聲韻啊，我嘛上迄聲韻學。佇張樂生老師的指導之下，洪為仁學習到語言學新派的聲韻學、結構主義語言學，更加得到張老師甲 Jerry Norman 教授做伙進行語言調查。Jerry Norman 啊，羅傑瑞啊，嘛來伊在遐啊，咧做伙咧做方言調查。啊，我就甲因來看，我來做學生啊，就甲看講，哦，方言調查、語言調查是安尼調查的吼。啊，我因我聽，因為我有過語言學、語言學吼，所以我嘛會曉運用音標，啊，看安怎，開始就安尼學，有迄陣啊建立我的基礎。原本洪為仁教授對語言只是有興趣，但是興趣只是興趣，那麼老師的栽培永遠只是外行的。嘛，正因為洪為仁教授對台語的熱情甲熱愛，感動文書張樂生，有張樂生的牽成，嘛，互洪為仁教授就此進入語言學的大門。
今日邀请到这个洪伟仁教授来到咱节目现场，老师你好。大家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主持人好。是，老师你出这本册《台湾语言地图集》，哇，开偌济时间啊？30档，30档，哇，所以这个规身躯，这个心血拢投入去这个地图这个研究。一生的心血，是，拢伫伊遐，无毋对。啊，其实哦，咱知影你50岁才读到这个清代这个语言学的这个博士，其实安尼就是活到老，学到老。迄当阵啥人要读这个博士啊？啥要读博士？是，因为感觉读学问，家己学问无够啊。但是你安尼读落来，啊，搁研究到这个语言这条路，其实行来嘛算真久啊啦吼。这应该要为头来讲起啦。伊头个是讲兴趣俩。安怎讲？到尾啊吼，才去做研究。啊，对，做研究诶有一个机缘啊，就是迄个做去互老师拄着迄个钟日生钟老师。啊，以后再个拄着这个姜凤祥老师，哎呀，慢慢安带，慢慢带，才知影讲学术是啥物物件，研究要安怎做，吼啊，这个已经变做毋是趣味尔，变做一种使命感，一种学术的兴趣啊。是，啊，你头先讲到这个老师哦，其实伫这个中学的时阵，你过去有因过有讲这个较早伫家己的时阵，因为爸爸是这个乐手，所以对这个音乐有兴趣。啊，初中的时阵是对这个文学有兴趣，啊，其实哦，开启这个文学这个语言这个部分是伫高中吗？高中的是算是这个接触啦吼。对。这个腔口差，你认捌到其实甲你较早这个新港的这个腔口差较无共，对，所以伫这豆豆开启着你这个想要研究语言这个路。这就是因为我南部人，阮新港人哦，讲话一个腔，你知无？叫做因讲做。为想家姜较算少，迄个阮的姜。是。但是那个北部的时候都无安尼讲，因拢会想家姜较算少。像这个腔口，我就去用笑。啊是啊。我这边已经改过啦，这个腔口已经无呀。但是因的话嘛，感觉真奇怪，因为食饭配阿软啊，酸酸软软啊，这就是阮遐腔，甲宜兰共款。这我后摆才研究才知哦，伊是老专海腔。像个老专海腔，老海专腔，伊是台湾从古早的腔口，就漳州腔内底真古早的一种腔口。但是到我初中的时阵吼，才拄着这同学哦，佫无共款，因为是自来的吼，因咧讲话哦，佫无共款哦，吼，伊个属于老漳州腔，这两个是完全是倒并的一种腔口嘛。就讲那台湾人那足趣味啊！我甲因无共款，因咧讲话嘛拢无共款哦。我也有迄个敏感性，我就讲安尼爱趣味，爱研究，所以我对语言吼足有兴趣的。我高中的时阵，当时啊，捌学上海话啊，捌学广东话啊，嘛无学日本话安尼啊。是。我日本话真早就学起啊，到但即摆我日本话嘛个慢慢袂歹，我会晓讲。但是有兴趣，会对台语有兴趣的原因吼。就是这是其中啊。迄当时啊，阮一个同学哦，伊甲我介绍去读迄个连雅堂的册，叫做台湾语典吼，雅言，这两本册，我看这真趣味啊，那就想要做研究，就家己去做研究啊。迄阵高中的时阵啊，写一篇，老师讲要注意命题啊，写一篇。我就写一篇，我叫做文章哈，叫做台语的英文系统。哇！老师感觉足奇怪，高中来写这款的文章啊，伊甲我讲，迄个外省的老师讲，洪伟仁你要研究台语哦，你要去念中文系。哦，读中文系。我讲，想到他该读中文系哦，伊讲你迄内底有声韵学啊。我讲，嘛有道理啊吼。我就问我阿兄讲，咱老师讲叫我去，讲我去读中文系，讲好唔好啊？伊讲当然好啊，我就是中文系啊。我讲你搭一下啊？伊讲我是中国文化大学，迄阵啊无文化大学，叫中国文化学院啦。我就入去考，我考第一名入去咧，系啊。你感觉吼，
到尾我才发现讲，这后可能内底课，可能毋是我要爱读的。啊，我就开始做去找老师。迄种我有一个教我高中教我做迄个日语的迄个同学哦，叫做徐清茂哦，伊就讲因老师有一个叫做钟路生，啊钟路生哦是咧研究台语的。哦。啊，我就去甲拜师。是。我足欢喜的，就叫我讲安尼来去上伊的课啊，语音学啦，做什么声纹学啦吼，甲伊讨论语言问题，伊摕一寡册互我看，我就感觉足兴趣安尼。啊，讲到你大学的时阵，其实哦，伫咧即个3年的时阵，你阁接触到即个特学。对啊，迄毋是3年，1年就开始。1年就开始啊。啊，另外我就是看。老师上的课无兴趣嘛，我讲，这老师吼上的课我无趣味啊，我就拢嘛家己去，我一世界去听课，拢听我爱听。是。但是我拢去读特学。是。拢去读上特学课。啊，你上特学课的时阵呢，拄着一个王敬雄老师。伊嘛对我影响足大。王敬雄老师到尾伊也做。甚至讲思想做轻去啊，我就对伊思想做轻啊，开始对国民党不满，就开始讲一寡迄个做是极端去啊，想要革命嘛，想要革命，但早已革命也无先讲，就先去用掠去啊。老师有讲到这个古林岛，去古林岛，是古林岛，就是这个绿岛啦。去古林岛大学留学6年8个月。6年8个月。本来是10年才会当毕业嘛。是。我提早毕业。提早毕业。老师伫这个序内底有写到，伫咧唱《绿岛小夜曲》6年8个月，遐生活是安怎？应该真歹过。袂啦，足好过。我感觉足爽快。足爽快。但是老师较早讲哦，要做这个艺术啦，就是讲较早可能画物件啦，细汉的时阵真出脱。啊，伫这个古林岛大学内底，你有讲你是伫遐 University 啦，对无？啊，你伫遐嘛是继续做你的创作是？因为我在拢看册啊，看啊目睭歹去啊。啊是。看到目睭歹去哦，啊，这本来是伫新店。啊，我拢去做衫嘛，真正我看因定案了后吼，啊，我就去外路区吼，外役区啦，外野区吼，啊，去遐做衫，做到尾伫遐伊讲看册看到，世界拍啊，我来看册，人大家咧困，我咧看地图啦，看册，看到目睭歹去啊。我安尼我无法度做啊，我目睭已经歹去，我无法度做。伊讲安尼好啊，你去绿岛，大家送去绿岛。是。本来会使，毋免去绿岛，我就送去绿岛，无一定大家拢会当去绿岛。去绿岛，我去绿岛待3年外。是。迄内底嘛经历嘛足趣味啊。不然我迄内底袂感觉足痛苦的，我会当找我家己的世界。无影你做甲关咧足世间啊，我共款会当找我要爱的物件。但是别人无一定啊，别人有人吼，伫遐破病啦、起笑啦，所以我伫遐身体作用啊。所以伫即个伫绿岛3年，啊，你回过3年半，你回过头来看，这6年8个月，你的这个心理啦，应该有伫内底吼，搁较坚强一丝无？我这人袂受迄个外口的物件影响。你甲关掉咧，我感觉会当过我要爱过的生活。是，出来就艰苦啊。就艰苦啊吼，安怎讲？伊都出来时，都知影讲厝里人艰苦啦。爸爸妈妈吼会烦恼啦。因为受到因为我的影响啊，受到干扰啊，受到因真的比我较艰苦。是。我家己本身就无啥物艰苦。啊，迄当阵因敢有较多去甲你看6年8个月。伊甲弹吉他吼。伊吉他摕吉他去我弹，摕册去互我，寄册去互我。因为这6年8个月，其实嘛是伫人生中上届应该讲是精华吗？本地精华这个时间。应该讲上少年的时阵吼，啊去互伊掠去关啦，啊对我来讲是有好有歹啦。无啥物歹处，我就感觉人生拢爱家己去安排。你若阵感觉人家
甲伊赶起来，你就人生去，你这人就去啊。是，我无感觉安尼，我感觉你甲关10年，我甲伊讨倒转来啊。哦，我出来时，得面临一个足大的问题是无头路。无头路，找无头路。找无头路吼，好，我哋坐落来我学日语嘛。日语我学得足好啦，我就讲好，我做翻译。做翻译。我去找日本的册，来翻译。所以就靠这个翻译来专家呢。系啊，我做翻译的，是嘛做足侪档。不过你当阵出来了后，你有搁徛喺台北嘛吼，所以认捌到这个为什么这个闽南语变华语去啊？吼。嘿，迄阵啊感觉讲出来时一个 shock，感觉讲，我应该还袂去坐落以前吼，台北市啦拢讲家己。是。除了甲外省人咧讲的，我毋捌甲伊讲，甲老师讲啊。普通社会上拢是讲台语啊。但是我坐出来，它都变华语哈，足袂惯势安尼。我就感觉讲，这应该爱做一寡工作。是。所以我上面就我足关心这社会这语言的状况，语言社会的问题，好，所以提倡台语。所以我写足侪册，写足侪文章的啦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就是我吼家己亲身吼去做调查，做调查。是，所以老师会当看到，自这个6年8个月出来，其实有这个使命感啦吼，就对迄阵开始，老师嘛画着真侪地图，咱来看伊的故事。社会语言甲普通的无共款的，历史语言是知影过去。社会语言就知影未来。是。我知影讲将来台湾会变成什么样，会上命，你知无？1979年，洪为林教授开始进行台湾方言调查，写文章、出版册本。1987年，被中央研究院的张彦宪教授看到伊的文章，嘛开始另外一段的研究之路。那伊当时我写这款这本那个台湾方言治理的时阵吼，就是我台湾头走到台湾尾吼，就去做方言调查，写文章出来了后。真侪人咧看，其中有一个人吼，就张延宪，伊就讲安尼你来中央研究院吼，替阮整理这台语文献吼，讲叫我去做一个叫做助理，检证助理。我讲好啊，真好啊。底下就拄着一个叫做姜宏成老师，姜宏成老师，伊走来甲我讲我想要吼来请一个计划。我叫你来做方言调查，做台语方言调查。接受景丰城教授的邀请，洪为林当时伫中央研究院9年的时间，将台湾方言做彻底调查。拢总访问的人有280几个人，点150，170几个点，安尼吼。这个人甲这个点老师啥嘛去找？就可能介绍啊。因为迄一摆访问拢足侪时间的，差不多拢总有1000个数嘛。最少上紧爱1日，啊无就2日。上班3日，大部分拢一日我会当完成啊。我做了以后，我就对台湾的方言，我就差不多拢了解。为着研究的正确性，洪为林教授对受访者的条件嘛有要求。有拄到年岁大毋捌字的话，洪为林佫需要一句一句慢慢啊问。比如讲绿草还是新港，这香港，伊有2种香港，一种洋啊，一种洋啊，讲洋啊。嘿，我就确认讲，搭一针讲洋啊，搭一针讲洋啊，所以我得逐针去问。恁讲洋啊，是讲洋啊？行遍全台湾，听各地人讲话腔口，洪为林嘛指出有2个所在腔口，伊感觉上特别。特别的应该是宜兰甲鹿港吧。鹿港真个听无，宜兰。你讲听无，人讲恁的腔才有腔，人伊无腔。伊讲恁倒位来，你的腔就奇怪。因为我鹿港啦，我台湾头行到台湾尾。
是四季讲话都有腔，让咱洛江人讲话无腔。收集资料，理解每一个所在腔口，后来洪伟林教授用地图的方式来做分类。台语的闽南语部分吼，到底伊讲啥物腔口，我拢家己做分类、做分析，啊，佮画出伊的地图。我安怎画呢？是讲成为大方向去画，就要求我的学生啊，甲我家己去做啊。一个乡镇要求4个人，4个人，要求访问4个人，啊，才会确定讲这个乡镇吼是属于啥物腔口。30多年的研究，深入台湾每一个庄头，洪伟林教授用1甲子的时间，写出属于台湾的语言地图，嘛希望台湾会当保存语言的多样化。讲到咱台湾这个腔口差真有特色啦。咱譬如讲，我较早听老师这个演讲有讲过哦，你讲这个这个关庙啦，这个腔口啊，因为吃拢变丝对无？有真好笑的这个例，或者是这个菜市啊，若是讲卖红菜，伊就讲菜市啊卖红菜哦，甲红菜拢卖去。来去菜市啊买红菜。买红菜啊，用买对无？啊，佫有一个例是讲这个，我这个人生，互你水过。衰一世人拢袂歹，衰一世人，这就是因的这个吃甲思，这嘛是这个老师哦，这个去做电影安尼听来的无？台湾腔、普通腔，这是台湾即摆普遍的叫做台湾普通腔啦。啊，毋过你落去吼，我普人个人其实有细节的差别好足济。啊，所以这若阵大概有偌济腔口，啊，就分布里对。啊，你。普通人唔知影，是，细节的差别足济，啊，这都要经过专门的研究。是，所以我出国了后吼，我就第一项工作就是讲去转到行透透。所以我到尾做一本册叫做《台湾方言治理》。这本册我就1992年出版。是，迄当时迄个中央研究院哦，看到我一个研究员看到我写的嘛，就叫我去遐做。兼任助理，啊，我伫遐的时候吼，都迄个做拄到一个老师叫做龚王成，建光社，是，啊，伊就甲我讲，啊，伊要请一个假话，叫我去，或者迄个，或者到啥？去做研究，好啊，唔好啊？我讲好啊，当然好啊。啊，想要甲我偌久啊，真正请一个假话。是。哦，啊，我伫遐做高档，你同意啊？回头因头做，迄阵啊变做学术研究啊，唔是我兴趣尔。是，所以画地图是毋是伫1992年就开始算有开始画啊？无，伊陆陆续续咧画啦，但是正式就做画地图，迄就搁到最后摆。最后摆啊。就是讲我一直咧准备啊，一直做研究。我最初时间咧研究闽南语尔。是。研究闽南语的时阵吼，我有研究足济啊，我搁去读研究所。是。我迄阵家己研究，感觉讲，我伫中央研究院哦，感觉讲，我足侪人因有一个讲论会，足侪物件我若听无安尼。咱就是新的铁塔，新的语言哈，像 Chomsky 因遐迄派的人哦，讲我拢听无。是。我感觉讲，我甲老师讲吼，我要来去考读博士啦，因为我迄阵无博士，我硕士。我硕士毕业就去用掠去啊。是。所以。即马搁再经过小搁再喷半，啊，然后做拍喷过以后，我甲讲我要来去读，迄阵我已经50岁啊。是。啊，就赞成，我就我就去读研究所。读博士班，清华。清华是，咱头讲到这个老师这个路啊，就伫硕士怎样去用关出来，6年8个月，啊，尾啊就搁接触一个新的这个文书啦吼，甲你指导去参与这个语言这个调查这个部分，啊，其实安尼30年安尼落来吼，其实成果嘛真济。是安怎要画地图，咱都要请教老师啊。我参与这个计划时呢，我就讲我要画地图啊。是。所以这个是为着地图设计的这款的方言调查嘛。啊，但是我毕业以后吼，我就感觉讲，咱敢若知影地理方言袂使，咱社会方言嘛要了解。社会方言哦。什么叫做社会方言呢？就是讲。比如讲，你讲鸡肉来讲，有人讲鸡肉，有人鸡肉对不对？是。啊，若是指遐个有种讲鸡肉呢？鸡。
你歌的腔较足这样听的啦。是。就是讲，这是历史这个所在来讲吼，伊安怎变化？哦，老辈人讲鸡肉呢，少年人有人讲鸡肉，讲鸡肉，即摆伊南港是安怎讲？吼，佫无共款，南港讲鸡肉咧，实际人拢变鸡肉去啊。这就讲注意，一个社会内底吼，一个社会迄款的方言是无一致的，大家拢无共款啦。少年人佫较老的佫无共款，查某甲查某佫无共款。是。我这个感觉足趣味的，这你我伫研究所的时阵，读社会语言学吼，我就感觉这真趣味。所以我的博士是研究台湾的社会语言。所以社会语言甲普通的无共款的，历史语言是知影过去。社会语言就知影未来。是。我知影讲将来台湾会变成什么形？相命你知无？有这个趋势当看到。我看会出讲将来会安怎？是。我研究是啊，我嘛知影讲台湾将来会安怎。今日咱的情形啊，咱确定下才会讲起这个问题吼。台湾将来会安怎？这拢看会出来。是。对吧？其实咱看到这个老师这个部分啊，对着这个语言这个坚持，会当看到伫你的这个册内底哦，你因为唔那干那台语呢，客语呢。西蒙伊安子西，佮有这个原住民族语言，迄拢爱了解。是，甲这个台语的这个展示，佮牙关，就是你的这个部分研究咱所有这个台湾的这族群啊。对，即马讲起就是讲，我到2005年，迄当时我已经去，就是讲已经毕业啊。毕业了以后吼，我讲，我正式来画这道啊。你已经准备太适当啊。我讲，但是我有一个愿望讲，即我咱受到日本人吼，遐前辈，像小川上义，遐人前辈，人因迄拢吼，毋是干那捌汉语呢，咱原住民语言嘛足厉害咧。咱台湾的学者若捌汉语就捌汉语，我捌原住民的汉语都毋捌。高一个。即个毋捌，即个可能毋对。是。吼，我吼受迄日本的小川上义影响足大，我感觉，因为我捌日文，所以我无需要透过翻译，我得直接看日文就好。我要做即款的伟大的语言学家的时阵，我就是袂使受到咱的跟家己本身的兴趣，甲我的习惯、我的母语的影响，我要做一个真正的语言学家。所以我到尾啥他要出地图集，一个足大的原因吼，就是全世界吼进步的国家拢总有地图集，就是连咱台湾无。伫这个小川上义头一张这个地图啦，语言这个分布，但是这尾啊后壁小连续这十几档拢无人。到当为止无一本语言地图，这是咱台湾建设的代志。无一个语言地图集。是，咱头一张佫是日本人来用的。嘿，对咱足建设的代志安尼。所以我想讲吼，会袂使，我袂使干来研究别人语，我客语嘛要研究，原住民语言嘛要研究。所以我就开始就研究。台湾所有语言，我2005年我就全台湾走。是。不管是山顶也好，海边也好，是客人大客庄，我拢总去做调查。所以到2009年，我就调查，就基本上已经完成了。是，所以你行这个客庄嘛，应该有真侪心实的代志吧？因为客庄有的人是这个河洛客嘛。有算安尼例嘛吼，其实你去看因的这个做电影来调查的时阵，电影本身就是有意义，嘛真心实的代志对无？做我最初的时候研究客话吼，是拢研究河洛的区内底客话，还有即河洛客。是。河洛客讲话吼，伊就是讲河洛话。但是伊人讲客话。因有一寡腔口的迄个，我讲一个趣味的一例好。我有一摆吼，我喺美国吼，伊叫我去做巡的演讲。我3个月后走透入美国哦，我要去以前吼，日本吼，只同乡伊就讲做请我去啊演讲。伫落园区有一个叫做张良哲，伊教授，伊就来甲我讲。你车底的时阵吼，我听伊去到讲你是原林人。哦。伊讲，伊怎知我是原林人？我讲你甲我讲，我哪甲伊讲？你的腔口甲我讲。哦。伊讲，
伊讲旗仔边冷冷电电，旗仔边冷冷电，即款的球口就是万年才有，啊，就干那万年啦，是，啊，这个英景才有这种球口。啊，我甲伊问讲，说你叫老爸叫啥物？你讲叫阿叔，讲阿叔。阿叔，我讲你是何落去？嗯，何落遐人无一定是园林英景，无一定是客底啦。啊，要安怎分做是客底还是何落底？啊，都看伊家属的。是。伊看伊安怎讲，叫阿爸阿伯讲阿爸，阿叔讲阿叔啊，这都是客人。嗯。客底。所以做电影嘛，上发现真。我来讲你是客人，伊讲因某讲我哪是客人，我何落人？啊，伊讲敢若咱是客人咧，那咱讲阿公啊，因遐拢是客人，所以讲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所以我会相命啦。会相命吼。我看你腔口，我就知你倒人，啊，你安怎来的？你讲你是倒个人，但是你无咧腔口，我就知讲你自细就搬出来。所以老师又看嘛阿明什么腔口，可能这少年辈可能较差异啊。阿明你拢普通腔去啊？哎，普通腔去啊。所以这个，你足侪话是学来。哎，对，所以较无迄个元素，这嘛是讲做电影上重要的部分，就是这个爱带有够久啦，对无？咱台湾的腔口吼，一直走向。我台湾，我拄仔讲，我研究台湾社会学，语言社会方言学吼。上大的一个成就，我就是发现讲台湾就出现一个新的台湾普通腔。是。你不管啥物腔，到尾拢变共腔去啊。咱台湾将来会变无腔啦。无腔吼，安尼嘛是无好嘛吼。嘛是无要紧啦。无要紧啊，安怎讲？即个物件就是社会，就是安尼，你无法度主动。那么无一定爱保持古早的腔口，上爱重要是台湾有样消灭去啊无。哦。新陈代谢是正常。是。咱人爱有健康的新陈代谢。语言嘛共款。你袂使讲我偌旧的细胞拢就死去啊！我新的细胞一直产生啊，我足悲哀啊！毋是，你一定要有生有死。有影。有新的细胞，对无？啊，旧的细胞就会死，新的细胞就会产生，安尼才是正常的。是。啊，佫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吼。因为咱即马地图已经有这30档，啊，其实你看过英国这个例啦吼，中国直直咧弱咧吼，啊，但是因为一个部分是用抄咱台湾的。应该安尼讲啦，就是讲做，我要画地图有第二个原因啦，就是讲，全世界是毋是逐个拢总有咧出地图集嘛？欧洲、日本拢出足济呢。啊，即摆连中国比咱较落伍啊！中国英国无咧研究语言地理学啊。是。但是战后即几年啊吼，因咧弱，啊，因已经出2-3本的即个语言地图集，3本语言地图集，本一本拢做大本的。啊，伊嘛从台湾甲涵盖在来啊，因有几啊版，第一版的时阵就拢黑白话，黑白话啊就无资料，啊就凊彩话啊，话哦足济拢袂准。啊，以后到尾啊吼，因佫出第2版的时阵啊，迄就较准啊。我发现讲，这拢查我的啊，对无？我1992年的时阵发表的嘛，因到19几年的时阵吼，因遮因佫再出的时阵，拢甲我同款的。我就知影讲伊查我的。是，所以老师研究30几档啦，啊，其实对着这个台语也好。客语也好，原住民族语也好，其实拢有伊即个人脉啦吼，啊推广吼，即个大家知影。啊，其实咱要来看，就是讲未来老师要做啥，咱来看即个部分。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行为，除了用来交流，嘛表现出各地的民族历史以及生活经验。语言学作为一门甲人类学亲亲相关的学问，甲历史文化有真深的关联。想要了解语言的源头，研究只有愈做愈深。闽南地区的方言地图，我已经去大陆吼做过方言
调查，我调查152个点，马南地区哦，调查752个点。这152个点，我讲，即摆台湾人哦，无了解正常，连中国一下个哪家伊嘛毋知影别人有啥物腔，就敢若漳州、泉州下门安尼尔，事实上无遐简单啦，嘿啊，无遐简单啦。你啥若要研究别人闽南的大陆个闽南语，因为台湾的闽南语是有遐来的。你若真大陆毋知影，你就无法度知影台湾，无法度解释。安怎来毋知影？行遍台湾，将台湾的语言了解清楚，但是若是想要知影到底是如何演变成台湾特有的地方腔口，嘛是必须对源头开始找起。我记一个啦，就比如讲平湖腔，用低讲都，但平湖腔甲定成做东华腔咧。比如讲因遐人，咱大陆无了解的时阵吼，我起来问讲，伊讲都。伊讲东华腔，我去东华腔的讲东华腔的人，都无人讲都咧。这都到底为倒来？较早拢毋知影。到尾我才发现讲，伊原来是九龙岗，知毋知？九龙有漳州遐流来，到溪尾的所在吼，规甲尾一直到下门这个所在，有一个腔口是讲，拢讲低讲都的。即种的腔口，甲东湾的腔口，南做伙就是平湖腔。除了替语言找源头以外，面对着语言会随着地方时代慢慢改变，甚至有的腔口嘛已经消失。虽然感觉可惜，但是安伟林教授嘛有伊的想法。就当然有一个感觉真可惜，毋过吼，语言拢是会变化的。咱人的细胞吼是要新陈代谢。新的就产生，旧的一定会死。你若阵旧的拢无死，新的无产生，这人就老啊，伊就会死。所以语言的变化毋是问题。所以语言本来就会变化，无一定就讲或者一定爱做保存高超的，遐无可能的代志。伊要变化，你嘛无伊法度。所以到这后摆，恁这样要变，真正阮无恁的法度啦，了解无？但是问题是，台语会死，袂死吼，毋是讲伊咧变化的关系，是伊毋是自然的死亡。语言是上踏进生活的一门学科，甲生活经验、社会地理拢有关系。要如何记录保存，甚至推广活化运用，安伟林教授心内有一套想法。经过10几年的田野调查，建立庞大的数字资料，未来安伟林教授将会继续伫各个语言学的领域，为咱带来更较精彩详细的调查研究。咱头讲到这个中国直直咧抄咱洪教授的这个作品，地图集风安尼抄，其实后头老师有讲到吼，其实安尼抄，因安尼演落去，但是你当年都这个新的部分，但是因安尼照演落去。其实对你来讲是真大的伤害啦吼。无一定是伤害啦，就是讲做因为吼，咱安尼什么款发言权对不对？咱台湾咧，咱话咱拿台湾话，伊即摆去对全世界发布。但是咱咧进步，一直拢甲你对你后壁来抄旧的。是。但是我伊抄的时阵，我有新的已经出来，伊嘛无去抄新的。我讲袂使，咱应该有新的物件。所以我就是一直想讲吼，我一直在进步啦。就是事实上啊，你来看我的地图内底有吼。是。自日本人开始，伊就已经有错误啊。即摆新的物件，我家己开始咧画地图。事实上，真早就开始咧画。1992年，我迄本台湾语言方言治理的时阵。一定就发表一篇台湾的专著出来。但是以后我也发现讲足侪错误。啥物发现错误，你知无？因咱行无脚，无行脚到。无行脚到，就抄日本人的。最后发现讲，毋对啊，就修改。毋对就修改，毋对修改。所以我的地图吼，几个种的版本。你看迄地图有种几个种的版本。是。我
直直或者调查的时阵，拢直直修改，修改。所以我的地图啥画很久。有的人吼，伊凊彩调查伊就发表一篇地图啊。我若1992年我发表出来，后头来我嘛变做台湾画地图上早画啊，战后嘛。啊，我都无爱插伊啊，啊那内底错误永远嘛错误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无够详细。我种要做到传理哦。无人传一理啦吼。无安尼做。是。有甲传理啊，我希望讲我这人就是足固执的人。这是我的一款的完美主义的。坚持啦吼。我真坚持啊，我就要做到足有的。啊，所以我一直在修改。但我画地图的沿路画嘛沿路咧修改，逐日咧修改。吼。是。做我爱吼留，我会讲希望讲我留出来要出版。我出版了后，我無想要講，人逐日咧去修正，講我當年畫了唔對，當年畫了唔對，我定正確我才要出版。所以一直就懶散的是安尼講。我講你寫遐久啊？寫遐久吼。一個囝咧寫遐久啊？安尼啊。迄就是這個原因。是，其實講到這個畫地圖，嘛有拄到這個資金的問題啦吼。係啦，這畫地圖有足儕困難。是。哦，你要行較高，轉台灣講行較高，而且要行較全理，這都是迄個。這個困難。是。第一檔是人才的問題，啥人要替你去行，無人要替我去行，攏我家己去行。啊，但我去行的時陣，迄個時間有限嘛，哦，所以哦，迄個做我都愛種，有人去做調查，這當然我足歡喜的，啊，無人去做調查，我就愛家己去。啊，像較早有去做調查，我即馬感覺無夠有，我嘛就愛佫家己去。是。這就是叫做吼，這是一個時間的困難。啊，過來困難就講，你要行遐快，要做遐有，是毋是要有資金？哦，資金。有啊，我大概是1988年開始吼，迄個做國科會吼，就互我一直佇。迄陣就獎賞的名吼，啊到當會去國科會互我補助。我後擺家己做教授了後，我家己佫再去做，迄嘛是愛有一個月吼平均攏才100萬，一年100萬。一年100萬。所以我才有迄個較考去做。我大概做9年前，我就開始講要正式要去畫全台灣的地圖集的時陣吼。國科會我3年的計劃。是3年嘛是無夠啦吼。但是你要6年要安怎？對啊。我袂使無助你咧，因為我家己又要畫地圖，我都要佫做研究，無可能，時間無夠。而且地圖足浪費時間咧啊。真有咯吼。伊個吼，真正足浪費時間，足開時間啦。足費工啦。我無可能兩邊攏去做，我一定要有助理。這段時間限制，這6年時間，3年，迄資金要為來。是。登記啊。我都愛去募款啦。種錢啦吼。一方面開我家己錢啊，一方面募款，我退休金200幾萬，攏我開了去啊。是。到尾做迄個做，我有朋友吼，伊就知影我有這困難，伊甲我鬥下手。毋過，伫遮嘛看到老師這個作為語言學家這個天職啦吼，就是自這個台語開始，咱頭先講客語、原住民族語，啊現主時，佫要規個研究到這個閩南語的這個背景，啊定定嘛行到中國，其實你已經做真久啊吼，要畫這個部分的地圖。係啊，對啦，迄個做我毋是干那台灣咧做調查，因為咱足濟人吼，我無愛去中國。啊，你毋知影中國的情形，啊，所以咱這閩南語是為遐傳過來嘛。來到咱遮，咱家己個變化。啊，這變化是how哪變的？咱袂使學別樣呢？伊即台無了解台灣，無了解台灣，就無法度了解台灣。是。我當記者了，我就是講吼，比如講台灣有人講豬，有人講都。啊，啲都離台灣攏是對的，攏是咧三林堡啦，因咧講東灣腔誒，所以我家己當作是新東灣腔。哦。新東灣腔攏講都哦。對無？是。啊，但是我有一個懷疑講，南部吼，因咧也毋是東灣腔，但是啊，他講都，種客家，因是漳州誒人講都。
啊，做迄个家庭，迄嘛是漳州腔老公拄哦。啊，我就是怀疑讲，到底毋知啊，然我会当做漳州腔。不过去大陆以后，才发现讲，大陆的东话无人讲拄啦，拢讲拄啊。拄啊，哎呀，拢讲拄啦，无讲拄啦。啊，拄是啥物意思嘛？就是一米的对面啊，下门岛的乡，会听一直到一米，到迄个这一尾哈，迄所才有讲拄啊。是，我是感觉讲，这是东华腔啊，甲漳州腔混合的结果。拄的成分毋是东华腔，所以嘛无了解台湾，其实就无多了解台湾。无了解闽南地区，咱的原乡吼，都无多了解台湾。所以我在到尾才修正讲，有一个叫做江东腔，爱讲低讲拄，这传去第一站，传去台北的东华腔，甲平湖的东华腔，平湖人拢讲拄。我讲哦，这就是有大陆去迄做调查的结果，知影有这情形。啊，无咱嘛，咱台湾人袂使学朋友啊。有影。所以认捌中国嘛是认捌这个咱台语的这个部分啦。咱毋是要认捌中国，咱是认捌咱台湾人的原乡。是原乡。目的毋是讲要去研究中国，这两项代志要了解。我研究中国嘛是会使啦，但是我毋是要研究中国，我是要研究台湾。原乡啦吼，其实就是咱的根啦，咱的语言的根就是这啊嘛。所以咱嘛袂当讲白贴就讲，我就是拄着中国我就无去学安尼。无啦，迄个学术另外一回事啊，迄就是讲这是要心内限制，但是中国跟台湾该往能切分啊，伊可能迄无度切分。是，所以咱咧看到这个民族啦吼，直接山顶东，咱就这个闽南地区刷来到遮，有这个语言的这变化，语言的接触。其实你有讲过啦，就是讲台湾这历史啊吼，语言的竞争就是一部这个语言的这个融合史，嘛是语言的战争史啦吼。你有讲过这部分，其实你甲咱观众朋友所了解一下。台湾吼，台湾是安尼，台湾一部分是传承就是传承咱的原乡，对吧？咱的闽南地区。是。迄个所在腔调，所以今仔泉州人一定是泉州腔，都一定是泉州来，无你是要安怎？你若讲漳州腔，就是漳州来啊。你若客人嘛是讲好，咱叫咱花绿啊、西烟啊，伊可能伊就是伊为底来，伊就讲啥物腔啊。是。不过问题就是讲，咱台湾来到台湾了后，伊会甲伊个发展。这发展就是安怎种语言的融合。会竞争，会融合，会竞争。是。所以台湾400年史其实就是语言的竞争史，语言的战争史，语言的即款叫做融合史，就是会使安尼讲。是。其实咱虽然讲有这400档啦，其实台语也是讲这个其他的这个方言啊，还是讲母语，其实有去用动过一阵嘛，所以你有讲过，就是因就是这个语言的这个出纳米啦吼，语言的海洋。这个部分其实嘛影响甲咱真深，所以现主时像咱这个台语台已经开台咱台语台嘛有这个使命，你安怎看？我讲啦，这个语言的竞争，语言吼，语言啊做诶变化，语言的接触哦，有一个真重要问题，就是民族的迁徙。民族的迁徙，你一个人迁移到一个新的所在，伊就甲原来的迄款叫做语言哦发生接触。发生接触一定发生竞争是，竞争一定有一个赢一个输的嘛。比如讲，你连登山来到台湾，你讲台湾本来原住民，你来到这个所在吼，你有两个命运，一个你去用借去，一个你共借来。是，就是安尼。比如咱台湾来，比如汉语去到泰国，去到泰国借去啊，替人传这签证啊，迄就是迄情形。那马来西亚嘛是无法发展啊。咱台湾就是有法度发展，你知？这就变做讲哦，伊竞争的时阵哦，伊变赢嘛，就敢若做大水共款哦，对，做大水。讲我甲伊讲风水轮，风水轮，就是这个情形。所以咱本来大陆到台湾，伊是点的一口哦，你到尾慢慢发展哦，变做一个规面，敢若做大水共款，将迄个原住民给包围啊。所以即摆南岛语州。就是敢若中咧这样尔，
而且南岛遐个海岛啊、海边啊，那一出来尔。迄就叫，这就是做大水啊。做大水啊。我就讲风水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这个风水论唔是干那别人会使咧风水啊。你北京伊嘛是伊大陆来的对吧？北国民党伊带来嘛，伊嘛会当做风水。伊嘛会当看甲一世界啊。是。你知影？所以哦，你看咱那边秀一块地图出来，你看，咱台湾吼，因咧来到遮吼去淹着啦，淹没着即个叫做原住民的语言，是，对吧？连客语啊，客语甲咱啊做河洛的竞争的时阵，迄广东客嘛拢证书啊，因就变河洛客。是。啊，佫有，即摆佫来佫新的一波的语言大水，啊，就是华语。就是华语啊。华语安怎来？伊吼比咱佫较厉害，比闽南语佫较厉害哦。闽南语是完全靠人口啊，文化经济的竞争啦嘛。伊即摆佫来政治呢？是。政治规个日本人吼统治台湾50冬哦，假使今仔日日本人佫甲咱统治到今日台湾哦，可能闽南语嘛忘记。嘛无去啦，咱本土语言嘛忘记。是，所以老师这个使命嘛是真大啦。作为这个语言学家，自这个画地图开始，佮参与着这个，嘛唔是讲参与啦，主持咱的这个客家，这个原住民族，其实对着这个族群来讲，台湾真正是非常重要。啊，今日非常感谢老师来到咱这部现场，感谢为语为言说地理，人人君子传使命。今日感谢大家乡亲的收看，咱后回再会。还是感谢。